啊，就阮老师看我来二中的程度咧。结果吼，我来考台南一中的联招迄年吼，天公伯啊，对我真有够好。我印象中我入去就是拢袂晓写，我印象中入去，无你我就拢袂晓写，我拢用题目多摇啦，多算吼。对题目算讲，即个答案应该是第几个？我 A B C D 安尼吼，因为题目伤难啊。咱遮台南市的名校建迄个后架，啊，搁私立的黄河，因也拢袂晓写，而且吼，黄河的学生是老师硬逼的，题目若较歪的，伊就袂晓写。但是我伫遐用题目推理的吼，煞叫我摇一个入台南一中。哦，我差不多尾仔名入去台南一中啊。好啊，我即个导师也欢喜，因为我是伊一手对迄落牛头班啊，安尼叫起来升学班啊。升学班，我这导师听收音机听着，考中是南一中啊，哦，骑一只机车，拼来阮厝甲我讲，相信你考到南一中诶，吼，我哪懵去啊！我毋知影我会考到南一中诶，我就想讲我上届一中诶足好啊，吼！我迄日啊，阮老师来阮厝诶时阵啊，我拄伫门口埕咧洗骹，伫门口埕咧洗骹吼，正咧洗骹，我叫阮老爸去补刷。阮亲戚迄粒盐水溪啊，我做囡仔时阵，迄水足清，迄溪底会刷，亲戚若咧去厝啊，拢去迄溪底乌刷，吼，啊，我诶市场田园伫溪底，所以吼，真侪人拢甲阮市场买刷，啊，阮老爸去车，阮老爸去车吼，去盐水溪底车一刷，一车会刷50箍。迄阵我读台南一中诶时阵，一个便当22啊，我会记一个。啊，阮老爸车一车50箍，但是要趁即50箍也歹趁。即只 T53轮车若落溪底，你若规车拢甲乌甜，你敢使会起？坠落，我调车啦。所以讲，我交阮老母佮阮老爸吼，落来乌1/3，车起来换顶，啊，甲卸落来，才叫做乌1/3。再搁车起来滑顶，再搁甲卸落来，再搁做乌1/3，起来滑顶咧，他拄仔迄2/3搁甲吐倒去咧，安尼趁50箍，做工仔人较辛苦。啊，敢若车1/3，阮老爸伫头前咧吹油，我交阮老母蹛后壁爱扫，啊扫诶时阵拢会喷嘛，喷啊规身躯拢爱刷。我伫遐洗骹诶时阵，阮老师走来甲我讲，我考入南一中，啊，我入来南一中了啊吼。甲编入去自然组啦，啊编入去自然组，因为我诶物理化学分数比即个社会科较好，啊我着要转自然组，若转社会组，我老师毋互我转，我老师苏永林老师甲我讲吼，即读自然组吼，即后摆前途较好，哦，啊我老师讲，我读国中诶时阵，我着要做外交班，我来转社会组，爱才互我转诶。啊，我咧读南一中诶时阵吼，我诶老爸吼，伫新市咧等车纸，因为新市街吼，啊，因咧驶T53咧车人拢会接做伙2、3只，拢同一个所在。啊，亲戚人若要叫车会吼，或是要叫车头、叫车刷、叫车船，啊，着去迄个所在去找伊。阮老爸安尼等，拢无车纸吼，啊，我现即搁咧读册，所以阮老爸到尾啊，我读南一中迄3年啊。我去标亲戚农会的肥料，亲戚农会肥料吼，迄个肥料放因仓库，迄仓库规个仓库有够悬，无论是石塑、石灰、氯化镉综合的一包拢40公斤，40公斤的吼，爱用站帮打站帮去顶面将迄个肥料贴落来，你袂当对下底开始贴，你对下底贴遐放落来，你会得着啊，所以拢爱打站帮对顶面贴。啊，贴落来，阮老爸T53轮车吼，阮老爸T53轮车一抓会当车100包，4000公斤，吼100包，啊，阮老爸去标这吼，1包5箍，车1包5箍，车去新市国农户，因为新市国农户恁厝若种田的爱用肥料的吼，若40包，无论是讲石灰5包，氯化镉10包，吼啊石塑20包。阮老爸就负责将这肥料送去新市国农户，
啊，因为新市国龙河的庄头，迄种路拢足细条，阮老爸即个车细只，较有法度入去，拖啊久啊，无法度入去。所以讲，阮老爸咧车这啊，我逐工迄种拢对车咧斗遐贵啊，一包5箍。啊，举到人厝，毋是囥伫门口埕咧，你着爱共举入去伊个肥料间啊。啊，伊个肥料间啊，内面后壁个枝条就是仓库，就是牛条啊，举一包5箍。所以讲，我做生态教师了吼，有阵时啊，阮咧出考试纸吼，啊来咧改研究生的入学的研究，改一条吼，阮同事拢讲好，我这足歹趁，我讲我来趁。哦，我若用我做囡仔，一包贵5箍吼，我讲我做教授已经足好啦。哦，啊，我做囡仔虽然较瘦，但是我退伍了，我去着政府的单位，我读台湾大学哦的国际关系组，台大的政治系国际关系组，交政大的外交系是咱台湾迄阵敢若2个系，咧训练外交官，所以讲我就安尼入去台湾大学，但是我退伍了。去考外交官，竟然国文无及格啊！国文无及格，无录取啦。啊，我迄阵哦，就艰苦啊！阮老爸安尼使铁牛，互我读大学毕业，啊退伍啦，去考外交官，国文无及格。啊，我伫遐流目屎，毋知影人生要哪行咧。啊，即个时阵我的学长叫陈明通，前陆委会主委，伊咧读博士班。啊，伊读博士班。行对图书馆过，我就伫遐咧流目屎。伊甲我讲，中视你考要台，我甲学长讲，学长啊，我考外交官吼，迄分数足悬咧，但是国文讲无及格，无录取啦。啊，这陈明通主委啊，前陆委会主委甲我讲，人外省人的权贵做外交，本省人做内政，这个讲好诶。啊！你即个台湾囡仔，你要考外交官，你考嘛袂掉。啊！我哪怎哦，原来要替台湾做代志啊，毋是遐简单。即个外交先啊，蔡英文总统做总统，外交驶袂顶头，爱搁找李大为。即个外交的人马，拢是国民党的即个体制内底。所以讲，我安尼无调了啊，我就知影讲啊，安尼我外交我莫搁考啊，哦，莫搁考啊。啊，我做经理军官吼，欠10万块。我做2年的经理的校尉，欠10万块。啊，我迄阵即阵台大法律系同学啊，台大法律系同学啊，因退伍落来，有哪叫我相写，拢法官律师无调，我外交官无调。啊，因我教我读法律啊，即阵台大的法律系同学教我读法律啊，啊，我自修法律半年啊。半年咧吼，1990年咧，哦，我自修法律半年啊。阮遮同学要考法律研究所，啊，阮遮同学要考法律研究所吼，迄阵全台湾敢若5间大学有法律系，新大还阁无。台大、政大，啊，中兴就是进台北大学，阁辅仁，哦，啊，阁即个，即个东吴，即5间有法律系。啊，法律研究所咧吼。拢录取差不多20个学生尔，所以法律研究所逐间学校拢保护家己个学校，台大保护台大个毕业生，政大保护政大个毕业生。啊，迄阵因咧报名时阵啊，我台大同学咧考研究所报名时阵咧吼，我甲伊讲，我嘛要来报名。啊，阮同学甲我讲，靠爸，你是要来乞头了？阮对台大要考政大都去都袂调啊，你才会调啦？我讲我来去看卖咧啦，哦，我就即摆交伊去买简章啊。结果吼，我去考政大的法律研究所吼，500个考生要录取20个啊。我迄阵台大毕业的同学要考政大吼的法律研究所，全军覆灭啊！拄啊我考调尔，拄啊我考调，政大提供白啊，我讲白，考英文考入去啊。因为吼，我读外交的人英文较好嘛。哦，啊，所以讲我去考法律研究所的英文哦，考要真白。啊，阮同学因吼，迄英文拢无好吼，拢考120分尔吼。我敢若一科英文赢毋够济啊，所以我考英文我考去政治大学法律研究所。啊，因为我就是讲，我大学读国际关系，就是爱读国际法律、国际政治，
啊国际经济，因为阮读即个国际经关系啦，国际经济足重要。因为外交是注重即个国际经济的外交啦，哦，所以讲咱的外交部有一个即个哦，即个算咧负责财政贸易的哦。啊，所以讲要做外交官，即个经济上面足重要啊。所以阮学统计学、经济学，吼，啊，搁即个国际贸易法、贸易的法的理论啦，吼。啊，我老实讲，我大学时代所学的，甲我研究所学的爱结合，安尼我大学时代学的较袂叫浪费啦，吼。啊，安尼就爱读国际经济法啊。若读国际经济法，我大学学的就袂叫浪费去啊。啊，迄阵啊，读国际经济法的学者足少，政治大学敢若一个教授叫做蔡英文啦。我对1992年就对蔡英文总统学习，我迄阵真正看袂到伊会做总统啦。人生个足歹讲，我都看袂到伊会做总统。啊，即摆我去考公卫留学，吼，我去考公卫留学呢吼，迄我运气好考着啊，考着教育部去欧洲4年的公卫留学。啊，考着公卫留学了吼，我的指导教授蔡英文教授，佮有另外一咧做大法官叫蔡明诚教授。蔡明诚教授是教我著作权啊，定位财产权。啊，蔡英文教授教我国际贸易法，所以我会真正会专长是国际贸易交智慧财产权的交叉迄个所在，就是智慧财产权与国际贸易的重要性，我咧研究这个。啊，我迄阵考着公费留学啊，就要去英国读册啊，吼。但是我对大学2年的，我对大学2年的吼，阮同学啊，拢要留学嘛，呆入去就是拢要准备留学嘛。阮同学咧准备咧去美国留学啥吼，我家己边仔摸下，我就知影讲，我若要去外国读册啊，就爱去西德啦。迄阵西德是为哦，咱无收学费啦吼，欧洲、法国、西德无收学费，所以我大学2年啊，我开始学德文。哦，啊，我英文的吼，敢若会晓看，啊会晓写，啊我英文的听无，哦，听力听得足歹的，啊我考着公费了啊，就要去剑桥读册，要申请剑桥。啊，但是我遮个老师吼，咧一开始咧甲我讲的时阵吼，真正有够好笑，这是一个有够趣味的过程。我爱去英国读册吼，要申请对京大学的博士班。即蔡明诚大法官甲我讲，伊甲我讲吼，中信你的奖学金4年尔，你著爱确保你4年我都倒来。哦，你毋通去申请剑桥、交附近大学啦。即两间拢爱7、8年才我都倒来。你的钱4年尔，你我都去即两间啦。所以蔡明诚大法官甲我讲吼。你申请较中等的大学就好啦。所以讲，我著听话么？我第一批我著申请10间大学的博士班。我伫台湾已经对蔡英文总统咧写台湾的博士论文。啊，迄阵我若拜托蔡英文总统甲我写推荐函。啊，蔡英文总统替我写推荐函是亲身一字一字写。我毋知影伊会做总统啦，我若知影伊会做总统，迄个推荐函我著留咧。哦，我写啊足好哩，吼。啊，即摆我著听话申请10间大学吼，上介好申请到伦敦大学尔啦，伦敦大学尔。结果我申请10间吼，蔡英文总统交蔡明诚大法官两个拢写错，甲我写推荐函。安尼申请10间啊，过半年拢无消息，过半年拢无消息吼，我感觉奇怪。啊，但是无消息要安怎？这教育部的公费2年来爱处理，你2年来无处理，就爱取消。啊，我去，搁去拜托这两个老师，讲蔡老师，啊，就含万真该申请10间拢无消息啦。啊！你搁甲我推荐10间啊！啊，蔡英文总统哦，迄阵做公平交易会委员，
啊，我去工程交易会找伊吼，啊，前台有甲你推荐10间啊，啊，拢无实实，遮含慢。我讲老师即代吼，我无爱多听恁的话啊，我英国吼有听着名的大学的博士班，我拢申请。剑桥啦、牛津我拢申请啊，啊个苏格兰亚伯丁我嘛申请，迄偌寒咧，苏格兰亚伯丁迄我人要读诶，我嘛申请。啊，蔡英文总统吼，你替我写推荐函吼，内底爱签名嘛，啊，迄个信封嘛爱签名嘛吼，伊到尾啊签到手软了，知影签安怎？诶 ，TSAI 嘛，菜嘛吼 ，TSAI。伊签啊到尾啊，我看伊攞画只糖啊，画只糖已经信封啊。啊，我甲蔡总统讲，老师啊，安尼也会使哦。不行再讲。签安尼去啦，后迄项目咧，申请大学，当然申请3间就大学啦，你申请到20间。哦，啊画只糖，讲安尼也会使，我嘛甲行去，结果。过3个月，佫拢无消息啦。啊，我害啊，20间拢无效，要爱我感觉奇怪啦。我若对台北政治大学，我咧读博士班嘛，政大博士班对蔡英文写博士论文，我住伫政大宿舍。我若拍电话转来亲戚，我甲我兄哥讲，赵英，你机车徛咧，去咱亲戚所有的街路啊，阮厝是光华街21号啊。我讲你去亲戚所有的街道。21号去问看有我的批文啊！好，我搁个机车徛咧吼，走去中华路21号。头家，你敢有迄个批啊？毋是恁会晓叫机车来？我迄头家吼讲，无有啊，一塔架塔。哦，一塔架塔20间啊！啊，我遐搁甲即个头家讲，你敢知影这阮小弟的入学的引准函，这足重要呢？我知啊，所以我也无甲定调。啊，若阮囡仔咧读国中吼，对英文足有兴趣啦。啊，就准备讲恁若要来摕吼，要摕做补充教材啦。哦，内底有剑桥大学简介啊，也有伦敦大学简介啊。啊，我甲动了，这因祸得福，这天意啊！我若毋是因甲动来，我真叫做伦敦大学法学博士。我就走去伦敦大学啊，我无申请剑桥，第一批我无申请剑桥。这天意就是讲，我互你4年的政府工课，就是爱读上赞的，转来缀咱台湾人做代志。你才会使甲我读即个第2级的、第3级的大学。所以因为安尼，我就入去剑桥大学。啊，我转来剑桥大学读了4年，顺利倒转来了。飞机落飞机过日就去看蔡英文总统，伊咧做。荣誉会主义，啊！伊甲我讲吼，辅仁大学有一个教职啊，辅仁大学有一个教职本来要找伊啊，啊！但是伊咧做荣誉会主义啊，吼，你去申请迄个教职啊，去驾车训练口才，所以讲我若安尼去辅仁大学驾车，驾4年了来咱新台2003年过来，减1年了2004年正式伫遮哦，新台做教授较进咧吼，我安尼。伫即段时间，吼，我拢伫学术的生活就对，就接头到我甲各位报告，我拢伫学术的生活。到2009年，马英九总统要签即个ECFA法，我拿出来反对ECFA法。啊，我迄阵想讲吼，我反落，咱新台要升教授6个外省，一个若甲我讲歹，我就行呀。啊，但是我是公费生，吼，我袂使无讲。即个物件就像冠状病毒，赖明章校长就爱出来说啥，我无出来讲，互台湾人知袂使。所以讲，我2009年4月2日第一场出来，啊，正式对我讲，我是安怎反对即个物件。哦，啊，安尼咧吼，听众一场接一场甲我报，我拢总讲400场，拢总全国讲400场吼，我当选立法委员。大连党看我有足个支持者。大连党我来邀请我代表大连党，黄会主席甲我讲柯教授你安尼讲吼，足有道理啦。但是你做学者，伫电台咧讲，演讲场咧讲，你著无力啦。
你就爱做立法委员，入去立法院才有法度做动即个物件。啊，所以讲吼，我若答应台联党参选立法委员，就是2009年开始出演讲，2012年代表台联党，2012年当选做立法委员。